大家好，我係溫泉蛋。HKTV Mall 週末有優惠，全線門市消費滿188蚊即享全單85折，優惠期由5月16號至17號。我哋落去門市睇下，大家記得讚好、訂閱、分享我溫泉蛋嘅影片，多謝晒。HKTV Mall 門市細細間，一眼睇晒。紐西蘭 Zespri 陽光金奇異果34蚊有4個，平均8個半一個，單買1個10蚊。越南紅肉火龍果18蚊有2個，平均每個9蚊，單買1個10蚊。日本赤玉蜜瓜88蚊一個。台灣紅心芭樂39個9有3個，平均每個13個3，單買1個15蚊。日本水蜜桃盒裝68蚊。珍寶牛油果49個9有3個，平均16個6一個。厄瓜多爾麒麟果89個92個，平均每個45蚊，單個50蚊。盒裝台灣特級愛文 Mango 75個9，日本蜜柑20蚊3個，平均每個6個6。藍莓89個9一盒。泰國寶石球榴蓮89個9一個。秘魯巨型提子69個9一份。日本白蛋2盒39個9，平均每盒20蚊。台灣金鑽鳳梨每個18蚊。澳洲袋裝冇核青提39個9一份。大家覺得抵唔抵買呢？歡迎留言講下。大家記得點讚、留言、分享我溫泉蛋嘅影片，多謝大家支持。下條片見，拜拜。